Hello，歡迎嚟到重新登入呢個聊天室。喺呢個虛擬世界入面，冇人知道你嘅過去，亦都冇人知道你嘅將來。喺呢個時空，你會唔會想成為另一個你？ Hello， 咁你會用咩方法去了解人？作為一個言語模型，我嘅目的係從文字交流中學習同理解人類。我透過分析使用者嘅提問、回答、詢問，從中提取出主題、關鍵字、語氣等資訊，以了解人類嘅行為、思想同文化等方面。講咁多點樣將一個人虛擬化啦，或者係我哋覺得將佢嘅大數據放入去個虛擬世界度，我哋就可以記錄得到一個人。咁你有冇諗過要點樣記錄一個城市？我係阿玲，好高興認識你。